我今次介紹俾大家喺中環荷里活道古董街一個年租約嘅平售筍盤，跟我嚟睇睇啊！呢個鋪係荷里活道160至168號，地下 A 鋪同埋閣樓。呢個鋪位咧位處於荷里活道最繁忙嘅地段，遊客咧去文武廟咧呢個必經之路。你睇到嘅人流咧，由荷里活道嘅文武廟到摩羅街一帶出現，非常之旺。鋪位建築面積地下1300平方尺，閣樓1400平方尺，總面積係2700平方尺。你睇睇，附近古董店林立，成行成市。附近更有多個古蹟及旅遊景點，歷史文化匯在此區，係遊客必到旅遊景點。區內有多個精品豪宅樓盤相繼落成，高消費一族嘅聚腳點，勢必帶旺整區嘅人流。呢個鋪位係投資收租嘅首選。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呢個鋪位嘅詳情，隨時 call 我 L 不關，我一定可以幫到你。